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顶一集 Lisa 带大家去日本的佛教化缘地比叡山，唔知影大家敢有介意？这一集咧 ，Lisa 要带大家去一个会当看到足水的比贝湖，甲会当体验一寡户外运动的所在。出发进前，咱先来食饭。今仔日阮要食的餐厅是伫咧大金市内一个要对外开放的市场内底。这个市场内底就敢若这间餐厅尔，而且嘛敢若这间餐厅有对外营业尔。这间餐厅伫头北路古典馆有3.59粒星哦。这基本上无观光客来，拢是在地人甲伫市场内底做事的人来食的。而且海产拢足青的，而且大碗阁俗，真正食了足爽的。恁看这沙西米拢遮大片着啦，毋过遮有一个歹处，就是爱等足久的。伊11点开门，阮差不多10点半左右到遐，头前已经有10几组签名伫遐在排队啊。阮差不多等要1点钟，差不多冰到冰3轮才到阮。好，饭食了，咱就出发来佚佗啊！咱今仔日要去的是一个叫做比贝湖 Valley 的所在，这冬天是会当厝洗的，其他时间嘛有真侪物件通好耍哦。若开车来，平常时停车费是1000块，拜六礼拜是2000块，嘛会当坐公车来哦。车停好，行起来就会当买票坐缆车去哩啊。毋过我建议大家会当先伫 KK 地顶馆先买，因为较俗。伊官方网站才有写，现场买是3500，网络顶馆先买是2000到3000块。拜六礼拜会较贵一点啊，上悬会到3500。咱来 KK 地看一下，拜六3000块，礼拜3500，平常时拢是2500，所以伫网络顶先买会比现场省1000块哦。毋过大家爱注意，上晚一定爱伫使用前的1天买哦。票先买好，到现场毋免换票，手机啊摕出来 QR code 扫一个就好啊。起来到这顶馆有真侪物件通好耍，亲像 Zip Line 甲 Skywalker 这两种是爱另外买票落钱的哦。同款 KK 地先买会较俗哦。我建议大家票先买会较好，因为现场无一定会有位互你耍。这是生约生赢，伊逐工着遐侪名额，若迄天大家拢伫网络约好啊，现场着无名额啊。好，阮即摆要耍的是 Zip Line。报道完成了后，就会有一位教练带一团的人出发去佚佗。伊会先教你穿装备，刷落来带大家去厝 Zip Line 的所在。伊这规个行程拢总有6条 Zip Line， 为一个点出到另外一个点了后，爱伫山林行一段路才会到后一个点。安尼拢总行6段，厝6段，所以年岁较大、体力较无好的人会当考虑一下。阮阿母毋知影，互阮怪气，甲阮骂到要死。伊因为骹较无力，所以6段拢是用骹头虎甲骹床落地。Zip Line 耍刷了后，伊才有一个足水的翕相所在，会当看到比贝湖。另外，才嘛有2条缆车会当坐去你顶悬看风景，提醒大家爱踏衫哦，这是愈悬愈寒哦。我后壁食就是比贝湖啊。这个比贝湖马里除了有美丽风景以外，阁有真侪免费的物件通好耍，大人囡仔拢会当耍甲真欢喜。
好，以上就是这摆的必备学 Valley 介绍。我头前讲的山顶活动，不管是 Zip Line、Skywalker， 还是缆车，拢是为4月开到10月、11月，后壁12月就开始是初赛活动啊。这4月到11月中，嘛有可能因为天气无好，所以无开哦。这点大家爱较注意的。我是 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